台中市消防局大新专台员引进国内头一套线顶医疗指导 App， 有19个大病院的急诊医师下24点钟轮班指导救护车人员医疗处理，希望会当把握救护车载去病院的时间，先甲患者急救，加救一条性命。同步。好，很痛，没错，很好，好，可以了。一名男子拍球运动的时阵，常常发生致命型心律不整，每分钟心跳高达195下。救护人员到现场执行电击，但是事前爱拍电话或者是赖通话取得医师同意，有时阵无一定找得到医生，会拖延到救治时机。患者心电图显示心搏过速，我想给予同步电击。可以让我确认一下患者的状况吗？患者意识突然改变，目前意识不清，有脉搏。急症患者黄金救援时间仅有4到6分钟。台中市消防局率全国师生开发一款线上医疗指导 App， 有急诊医师24点钟轮班线上收效，会当有效缩短电话等候转接的时间。以前如果没有排班制度上的话，有可能用 LINE 上面找医师。第一个 LINE 如果没有互加好友的话，有可能他来电通话会被 block 掉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你线上去找医师，医师不知道这个权责是找谁，那他也不一定可以随时守候在线上。19位台中市的急诊医生站出来，宣布成立指导医师义消分队，因透过 App 会当及时来指导救护员、乌卡患者到医进前的处置措施，包括电击、插管、静脉注射、许可急救药物等等。类似心肌梗塞的部分，我们在送医的过程，医院端就可以做好预处的一些准备的话，我们只要把病患推到医院端，医院端就可以进行开刀，所以它这个时间缩短，大概最少会有10分钟到30分钟的这个阶段。消防局强调，目前台中乌卡急救成功率大约是32%，预计引进这套系统了，会当缩短10至30分钟急救的时间，提升医疗救护效率。记者台中报道。